从今以后下晝2點嘅，歡迎大家聽聽客家新新聞，向下來關心。等家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會出來開記者會嘅。唔過呢，頭廿以前，先來關心天公日聽聽就有3年後了，一般講嘅5日連假。唔過呢，就頭廿高速公路推出嚟1968 App， 講做嘅大部分嘅 App 呢，就做嚟看到關於有當到景點。那片人下到，古數數的提醒大家講，係唔係愛繼續去？唔過也推出來過後，才本人見嘛，也下面推出來新的版本。唔過先來看到一般民眾大家真關心乜嘅呢？台灣武漢肺炎疫情連星期傳出領導增加好消息，日本大家收收錄來嘅5G 連刷兩年，民眾為睇放鬆去到國泰景點，為到防止避免民眾去到人多嘅所在，之前交通鋪頭1968即時路控 App 度，感應研究資訊，但因為資訊唔拉精準，見有爭議，也係馬蹄連貴，附近等價未少，整理維修都影響。它做更精準一點，如果有及時的那個整個 monitor， 當然是更好啊，對啊。而不是說用顏色去做區分，那是像那種即時的路況那一種。真的要調查這邊的人潮，我覺得你還是得親身的來看一下，來視察一下，說這邊的爬山人潮，或者說觀光的人潮，是不是真的有到你們那個數值？不然你這樣子以偏概全的話，對真正想上山，就是可能想呼吸新鮮空氣的人不公平啊。連續2年前經驗，人哋實際來到用名山就致富，設置 App 嘅進口圖，大概1968 App。你們組織覆蓋電後係強勢進上，實際來看現場嘅人潮，人客咪係來來去去，同 App 嘅資訊相關。還蠻方便的，就可以看說，這邊人潮會過多。如果過多的話，我們可能就會盡量會避免說，不要來這邊，對啊，所以我覺得蠻方便的。面對 App 資訊唔拉準確嘅問題，交通部咪投行漸漸恢復強調，外國檢討同增加景點嘅定價資訊。唔過係修復台灣嘅防疫成果，冇本5G連刷兩年變做防疫嘅結果，很多全民向下答辯。各個新聞網記者梁一平特別報道。頭先看到大家就講話，實採本單的1968 App 實採就唔準，因為呢佢就先前實測到根本就冇人嘅所採，唔過也內通看啊，張地講也根本也當高下講也偏當到人，唔過現場實冇人也實採有章。故此呢交通部韓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同提供一種新好嘅中法天線，向下大家來打合協調講，係唔係攞佢改善？故此呢，接下來就推出嚟新嘅版本，當局唔但搶講為對亞嘅人潮嘅部分，要做到為改正去重新來計算嘅測算嘅方式，另外呢，咪會同防疫結合向下，比如講亞當局就會結合嘅防疫建議，就係對亞嘅係唔係愛戴做咩，同內通當中同大家嚟講比詳細，講比清楚。我哋看到喎，亞改版過後嘅新嘅版本，當局也會分做3類色。第一類紅色看到嘅時節，大家就愛啲講，先從亞隻景點人一下開始當到嘅哦。我說係紅色，講先從人接人，防疫建議一片就係講全場愛戴定做嘢咩。另外黃色嘅部分係天意嘅，就講人有的嘅人有較多，係建議大家愛戴做嘢咩。第三類係橙色，係現狀係講現場嘅人潮係算下正常，我提醒大家係套亞博嘅。防疫期間，大家還係要保持社交距離，去到戶外、戶外嘅素材，愛嚟下研究嘅，也就係大家唔好人佔多當佔壓力嘅情形。故數也係1968 App， 接下來會針對全台灣195個熱區，含過220個熱點，比如講呢，風景區、夜市嘅上田含過賣場，接下來會針對亞條素材來做亞種人流嘅分析。韓國聽聽一個指揮中心出來開記者會嘅，唔過先來關心用短短嘅時間來關心一下關於流行疫情嘅真實嘅情形。關於武漢肺炎連續4年冇確診，未見7000人冇增加本土病例，疫情又慢慢嘅反覆。美國最新嘅研究未傳出好消息，有從太平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武漢肺炎患者用試驗性嘅抗病毒藥物隨着時位恢復嘅速度達31%。對了部分關於專家表示，今年來看，因為他這邊是做重症患者嘅治療基金，也做永久效果越好。所有的治療都是你病得越嚴重的時候，你得到的好處越大，然後你越早治療效果越好，這個是幾乎是所有治療的通則。
另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近期礼拜本人问嘅新型冠状病毒，有可能係百年來最強嘅傳染病，致死率比流感加速更多。專家是表示，新型冠狀病毒係新嘅病毒，也經驗啲分做六大類型。下禮拜係講繼續突變，無排除會同流感相關，對人類有致命威脅。現在才流行了，這並不稀奇哈。流感已經有 H 就16種 ，N 就9種了，流感已經演化成幾百種了。只要持續感染下去，越多人被感染，產生抗體，免疫的壓力越來越大，它就會繼續再變下去。專家建議，可比本土病例無個增加，民眾要做好直接接受帶 JN 呢條概念衛生，禮拜嘅防疫措施應該係暫時結束，從係開放大型快通機派呢條，還是邊境還係可以讓防境外移入，係考驗關鍵用全套防疫同開放幾秒快通行，取得平衡。記者賴秀明、張良祥台北報道。好新聞頭都未看到啊！美國一下針對亞嘅疫情嘅藥嘅傳來清醒嘅消息咧，就同全世界一下確診病例數真實超過為300萬上人，現時清醒嘅數據係319位全世界嘅確診病例，另外有22萬嘅客家按呢嘅人係死亡嘅。故作就同全世界疫情還係按厲害嘅時節，按全台灣現時國內嘅確診病例，嚟自同429位，韓國連帶係新嘅，也係都冇確診病例。香港根本嘅咩係無新增加確診病例，也係按家下數到為清醒嘅情形。指揮中心我哋開記者會嘅，未帶詳情，夾去到現場來關心。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好，大家好，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呢，仍然没有新增的病例，那我们今天有322人解隔离，好，那我们是不是那个大家也庆祝一下哈？今天5个0，所以总统特别拿这杯子来送我们了哈。那我们也跟总统报告，跟我们的人民报告哈，我们总共有5个0了哈。来，大家靠近一点吧。啊，来。好，那就非常谢谢哈。那因为有这5个0再加上我们18天也没有本土的案例所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再过来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我们也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说有一个防疫乐活的新态度就是态度上可以高兴一点态度上可以轻松一点，高兴一点。那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之下那我们要来启动一个防疫的新生活的运动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态度我们轻松，但是生活不要松懈生活不要松懈，就把个人的卫生确实把它做好社交距离戴口罩，太拥挤的地方要避免那有生病的，有慢性病的那这些身体比较这些问题的，那就一定要随时把口罩戴好。那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生活的这个防疫新生活。那这个防疫新生活什么？就是要建立我们最后一道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从这2天跟大家说明这样的情况整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传播的可能性，大型的传播性已经降到最低。但是怎么样再用个人的防线建立好来，把这样的可能性减到最少。那至于说这里面这个在整个的一个传播或社区的情况或严重度其实我们都减少很多。那我们现在也大概现在出院的也越来越多现在刚才报告过解隔离的也322人所以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那怎么样
把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维持住。好，那光靠指挥中心是没有办法做得到。好，只要大家一起来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把它养成来，那这样当然就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就会更进一步。那相关陆陆续续有一些怎么样来做一些开放，我们陆续会来公告，那会跟各个相关的团体来做讨论。那目前最基本的大的方向这也大概会从比较那个体育的活动或者文化，那更重要一个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个餐饮的文化我们大家都一样在吃东西非常的重要，那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社交生活的一环。那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安全又好的一个餐饮的文化那我们要一起来努力。那我们也会跟各个相关团体来做相关的讨论。那另外今天被拖播了一则新闻就是那个那也是非常重要就明天开始要报税明天开始要是吗对呀，没有错吧明天5月1号开始要报税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痛苦的时候了要缴税的时候又到了。那不过这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防疫新生活的一环，就尽量使用网络能够用网络来报税的尽量用网络。现在网络已经去年都证明说那个方法是非常的方便又有效。那不要去在这个我们的社政稽征处里面去人挤人，尽量用网络。那如果一定要到现场去那我建议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请大家注意社交距离跟戴口罩。这是一个拖播的时间了那为了公平起见所以中央有一个拖播，那地方有一个拖播了所以请那个副指挥官来稍微说明一下。好，谢谢。因为今天大家各位媒体的桌上都有一支火鹤花嘛那这个是来自于台南花农的感谢啦。那火鹤花的产地在台湾主要是在台南跟高雄。那台南的花农为了要感谢指挥中心跟各位媒体的辛苦，所以特别今天就准备了这个火鹤花过来。那火鹤花的花语其实就是感恩、感谢还有热情。那所以它的这个花季呢，又刚好是在4月底5月初左右开始。所以其实母亲节除了是这个过去大家的习惯都是用这个康乃馨，其实火鹤是台湾的本土的这个花所以火鹤同时也是母亲节感谢母亲的花。那台南的花农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这个喜欢台湾的花。是每一个人都有拿到花嘛有嘛好。那这个是我刚才讲这杯子总统来特别来庆祝我们就是说50另外也一个台湾 Can Help。我们这个口罩到今天响应的总片数已经快要达到300，今天应该到昨天晚上12点已经快要达到300万片，总共有35万人来响应。那我们希望能够响应的能够更多。好，那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那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你好，台湾情报提问了。最近日本有意把有效的新型流感药物法匹拉韦无偿提供给全球38个国家，可是其中不包括我们台湾。那请问指挥中心有没有向他们表达过我们的需求？10天前我们才送了200万片给日本，如果此刻无法发挥作用的话，不知道指挥官的感受如何？谢谢。
好，这个提供的部分我不知道哈，那可是有关于这个法匹拉韦的使用，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抗流感的药物了，那只是在某些特别是中国大陆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医院说，好像治疗上是有改善哈，所以就变成认定是有可能是一个将来治疗新冠病毒可能的药物选项之一了哈。那不过他在体外的试验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是对于这个新冠病毒，效果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的哈。那在没有药物的选择当中，当然还是也许还是当做一个选项的考虑。那在我们的专家小组里面，先前在我们的临床处置指引里，要让临床医师使用哪些药物的考量当中，参考了一些当时相关的资料，那其实是并没有在我们的临床治疗处置指引里面列入可以选项的药物之一哈，所以这个就我们临床端的立场来是说，这不是我们那么急迫想要使用的一个药物。其实国内在疾管署更早之前为了流感，其实已经准备了一批药物在国内，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手上没有这个药物了。好，这个药物的话哈，在之前哈，日方的确有透过管道来征询过我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方面我们国内已经有少量的储备，那同时呢，那我们的专家委员会对这个药物目前使用在武汉肺炎的这方面，还暂时觉得说证据还不太够，那所以说我们暂时婉谢了日方的好意，如果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会再跟他们再联系。指挥中心好，那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再过不久就是我们 WHA 的会议要进行，那不晓得目前的准备的情况，还有跟国际如何来表态，是不是就真的会进行线上会议？这是 WHA。那另外一个想问一下，就是印度返国民众他们进到台湾之后的一个后续的情况。然后第三个题目是就是有看到这个屏东有一些区域型的医院他们是私立的宗教型的医院，那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可能就诊人数变少，以及民众募款的钱也变少，因为疫情，他们就喊出说，可能经营上有些压力，可能会倒闭。那当然这个凸显出一个问题是说，可能平常看医生的人就没有这么多。那也另外一个角度也会反省到，如果在这么边缘偏僻的地方有医院有承担这样的压力的话，是不是应该兼顾到他们的偏乡民众的就医的权益？这个如何权衡呢？在目前疫情的冲击之下，如何照顾他们的一个权益？谢谢。那有关 WHA 的参与，我们当然持续还是会向国际来发声，让台湾能够让世界看得到。那第二个，在我们这个印度回来到韩国，然后回到台湾来，那也都进到集中检疫所，进到集中检疫所，那都在机场采检，然后在集中检疫所。然后第三个，有关于医院这一方面，那屏东基督教医院其实对我们南台湾的贡献一直都非常的大，对我们一些偏乡，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是一间非常好的医院。那目前来讲，医院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压力，病人变少，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健保做的是总额，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整个要到年底来一起做结算，然后第二个对于就是说现在可能大家的量可能往下降，那可能在现金流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医院还要维持住，所以呢我们在现金上面我们就用比较高比例的这样的一个暂付款，就照去年所领到的钱，而不是照今年的点数，因为他去年这样他可以营运，那所以呢他用那样的一个现金流，可以让大家来做营运。那如果到年底在结算的时候，那有一些科别或有一些医院，它确实整体在结算之后，它的金额低于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我们用我们的那个纾困的部分来帮忙。所以在目前来讲，我想募款可能少，这我就不清楚，不过在健保这样的一个机制之下，那现金流应该目前是没有问题。
指挥官好，这边新唐人提问。那我想要请问张教授，就是因为现在瑞德西韦的试验在美国，就是白宫顾问说用药后病人复原的速度快31%，那可不可以请您说明一下，就是台湾现在最新的使用比例有多少病人现在正在使用？那还有他们的康复状况是怎么样？谢谢。好，这个瑞德西韦在美国他们原厂公司的帮忙或主导之下，一方面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有在美国自己发动了一个相关的临床试验，那另外在亚洲跟美国、欧洲都共同进行的一个全球的这个临床试验哈。我们参与的是后面的那一个部分哈，那后面这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当然美国已经有一点初步的结果已经公布了哈。后面这个部分如果单只看我们自己的数字，其实是个案还是真的是少哈。前面已经跟大家说过，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的个案数也是确诊个案数也是越来越少，所以能加入的机会当然越来越小哈。那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10个个案进到这个临床试验当中。那不过美国总公司也已经透露了一些，在这个比较全球性的一个研究里面，包括在重症的病人里面，有分别是用5天治疗或10天治疗的2种模式。那可以看到，5天治疗跟10天治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哈。那没有说越长的天数效果更好，所以他们初步认为说。以后可以不需要每一个病人都使用10天，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就可以给更多病人有机会使用，只要治疗5天就可以了。那这5天的成果，5天或10天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治疗14天的时候，临床上有改善的病人。分别可以达到50%几跟60%几，然后那出院的病人在2周的时候也分别可以达到60%跟52%，5天治疗疗程的就已经可以达到60%可以出院哈。那所以是看起来是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果了。那里面当然也有注意到，如果越早给药的话，效果可能会越好哈。在发病的10天内就给药，跟发病的10天以后再给药的话，那在第14天的时候，可以出院的比例分别会是62%跟49%哈。所以如果各位想了解，可能不是只看我们自己的数字，然后要看这样全球，在这个这个部分是重症的病人哦，那全球有这样差不多400个病人的进到这样一个分2组的试验里面，看到初步的成果还是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些成果了哈。那没有太严重的一些副作用哈，那里面可能会出现副作用，可能包括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恶心的现象。那有一部分病人是肝功能会有一点变化，有点上升吼。那很少比例的，大约3%的病人可能是因为肝功能的上升比较多而停止使用这个药物了吼。整体来看，还是一个先前跟大家报告看起来还是一个蛮有比较算是有希望有好的一个疗效的一个药物。以上。指挥官好，中天新闻提问2个问题。早上交通部长林佳龙他说1968的压力测试结果下午指挥中心这边会公布，我不晓得就你们这边有准备这样的数据吗？会不会公布？然后另外就是刚刚外交部证实驻法国代表处有一位职员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跟他接触的同仁要进行居家隔离14天，这个状况可不可以也说明一下？谢谢。好，2个哈，一个就是有关于1968哈，好像下午是行政院这边哈，陈副院长会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再来做检视。好，那第2个就有关于就是说，确实没有错，法国代表处的职员好，确实也是确诊。好，他在报告来讲就是说是4月23日哈采检，那4月27日确诊，那现在在家里哈居家隔离中。
那要根据他的一个症状现在已经消了，那后续还要根据医师的诊断，才能判别能不能解除。不过在法国显然看起来就是他们确诊以后，如果不是有严重的症状的，基本上就在家里休养，大概是这样的情形。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提问，想要针对敦睦舰队的疫情跟指挥官这边询问一下，说，因为之前我们是预估说大概是观察到4月30日，就是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发生可能比较明显的社区感染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算是台湾过关。那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我们是认为说台湾这次是又再次的挺过了新冠肺炎社区传播的威胁吗？以上，谢谢。我们可以讲说，刚才跟大家报告说，我们整个周边的采检的480人，465人是阴性，那其余还在继续等待他的检验的结果。那我们可以讲，就是说到今天以这样的一个时序来看那应该是初步是乐观的初步是乐观的。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问有公布的那个生活指引，其中有讲到说外出时以白天为佳，想请问晚上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有这样子的考量吗？第二，想请问里面有讲到说聚会形式若无法避免的话，进食尽量避免交谈，想请问聚餐的话有什么样子的人数限制才算是聚会吗？那想请问一下说聚餐的话是说共桌吃饭，还是说像是buffet 那种夹取式的也算是聚餐的形式呢？谢谢。我想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白天的话，你可能才会比较清楚说可能有跟谁有碰到啦。那晚上的时候就是可能大概视野比较模糊啦。那当然是这个部分是建议，就是说未来如果说我们有开放让这个社交 APP 的这个可以下载，那当然这个就会比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因为在外面你也比较不容易保持这个社交距离这个部分。那至于这个聚餐的部分，我们大概是会说，如果可以在这个距离啦，可以拉长，然后可以有隔板，然后或者是说可以有这个这样的方式的话，那其实就还好往这个方向来做以上报告。指挥中心好，年代电视提问，因为指挥中心成立100天，大家都不眠不休，很辛苦那加上这连5天的零确诊，我们有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会考虑暂停记者会，然后让大家可以先松口气，但是不能松懈，请教部长。还没有想到这个呢，就开记者会，也许以后考虑先从什么两天开一次这样子来让大家先休息一下，但目前还没有想到了不过我想可能就是视情况，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距离稍微长一点你好，中视提问，想先请问一下张教授，有关那个瑞德西韦这个部分，在美国提出这个有效的报告之前，中国大陆那边也有做一个相关的研究，但是他们持完全反方的意见，他们认为瑞德西韦是完全没有效。那这中间为什么会有2个研究报告，然后差异这么大？这部分想请张教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然后再来第2个是想提问，有关于川崎市政，有一些国家会发现，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比较高度危险的国家，它的川崎市政就是儿童得到这个病症的确诊率也很高，就是不知道说是不是有2者有相关的因素。在最后一题想请问一下部长，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餐饮业要维持一个安全的，就是一个场所的这个状态，那这个计划是不是要把它放长，就是说以后未来永远都会建议这些业者是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去做？那这个部分有哪些具体的建议？譬如说是不是每一个餐厅都要距离要拉开，或者是要注意一些什么防疫相关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谢谢。
好，有关于中国先前所做的这个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那先前媒体朋友也有问过一次嘛，这个因为他们是没有完全的完成那个临床试验，到后来一方面是个案就越来越少，那二方面过程当中他们进行的临床试验种类也非常多，所以在收案的过程当中也有互相竞争的一个问题，所以到最后是没有完成那个临床试验。这样的一个不完整的一个临床试验所得到的结果，在科学上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认定说那就是一个可靠可信的一个结果，所以上次也有跟大家说，还是应该要等这个比较全球性、比较完整的临床试验结果以后，再来看最终的一个成果是如何。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说川崎氏症的。类似川崎氏症，然后它并不是完全说已经确定它就是川崎氏症。那开始在英国有一些儿童，好像有比较厉害的一些皮肤疹子，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像是川崎氏症的年纪小的幼童一样，包括心脏血管可能有一些表现等等。那这个部分其实确实在我们有机会参加的各个全球专家的讨论会里面，还没有完全认证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哈。那这些个案，多数是已经分离不出这个新冠肺炎了哈。那可是，在他们体内可以侦测出新冠肺炎的抗体哦。所以目前的想法比较倾向是不是一个感染以后的一个后续的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全身性的一个发炎反应所以表现上看起来很像新冠肺炎的表现哈。那不过这个还是有待更多的一些证据来证实哈。那川崎氏症通常都是在小孩的时候发生，可是这些英国的报告里面，大概都是在应该是接近学龄或学龄的儿童发生，也是跟我们看到好像不是那么一样。那其他有一些国家说没有，他们还是看到小朋友发生感染后症状通常都还是比较轻微，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所以这个还有待后续的一些更多的资料来做厘清了。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这段时间，指挥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大概就是希望在整体在推动，我们都是用推动的态度，来做这疫情的防治。所以在这个时候，整个我们想说，疫情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往好的方向来变化，那我们也继续来推动。那推动我们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其实重要就是大家以前在讲 KAP 嘛，就是一定的知识。那经过100天大家这样的一个宣导讨论，其实全民对于这样的一个知识，那怎么样做一个健康的行为，其实是有了。那我们现在希望在这个时候，在转变的时候，能够维持一个乐活嘛，快乐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接下来就是行为，行为就我们要推动的这样的一个防疫新生活的运动。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运动之下，大家来响应，那建立一个好的健康行为。那进而在这样的健康行为的基础下，那我们就可以做各种的一个松绑，那可能还有各种的 guideline 让大家可以做遵循。那推动的时序跟想法是这样子的。指挥官你好，我是3立新闻网记者，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军人嘛，就是每天是1人1片口罩，然后有军人的家人表示说，他拿军人的口罩，健保卡去药局刷卡，却发现，口罩是由政府代领走。那就是有军人说他自己是离岛的军人，所以他如果回到台湾休假可能会长达10天，那这10天呢，他没有办法领到口罩，不晓得该怎么办，想请教一下指挥官，像这样子的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就是应该在军人在配发他在离营请假的时候，那他应该给他的应该在离营的时候就要给他，我们跟军方来商量这个事情，也许他没有注意到。就是目前是1号跟16号发放14片，那他假设15号当天放10天，可能就会有
对，所以我们就要跟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其实这我们会跟军方稍微提醒一下，这不是这应该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指挥官好，想要请教，就是说立委郭国文质询的时候有提到，经济部希望口罩部队都是留在台湾的，但是厂商他们的产品无法外销，部分还要肩负就是国家送口罩外交这些任务，他们的产线有被卡住的情况。另外是原本说好的工业用口罩呢，外销的订单也无法动工。那目前我们台湾的疫情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口罩生产的运作是否未来会有其他的规划，然后顾及到厂商的发展呢？谢谢。其实对厂商的发展最好就是一个台湾 can help 嘛，大家把这样 MIT 跟台湾的一个精神能够彰显，那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信誉，才让等等姑姑那个是真正的好。那第二个当然也有会替厂商来稍微思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现在是在熔喷部。到底能不能足够台湾人的使用？那昨天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有关于口罩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产能，那现在差不多到达我们一个平衡点，那可能要稍微储备一些，免得有时候在生产线上面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才不至于断货。那所以在原料跟不断货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当然会替厂商来思考他们未来的路。然后第二个，在工业用的如果它没有牵涉到这相关的这些我们的原料的使用，我们尽量会来放宽。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说，目前来说，印度已经有包机成型，但是好像还有一些台湾民众在那个脸书上反映说，有一些滞留在印度的民众仍然无法取得包机，在那个包机的名单上。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当初名单是怎么样子协议？然后还有就是说，指挥中心有没有统计在印度还有多少民众滞留？因为他们有很多有陆路封锁的问题，那指挥中心会怎么替他们协助？在印度滞留在印度的国人协助他们返台的部分，一开始跟外交部登记的有295位，那后来外交部协助跟华航谈好这个协助返台的这个专机之后呢，那开放定位，这个是由他们自己定位的那实际上的定位现在是140几位。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印度当地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之前前几天大家也很关心在马尔地夫的24位的部分。那除了马尔地夫以外呢，在印度的清莱，那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这2处都需要透过类似国内线的这样的一个包机，才有办法到德里来会合。那另外就是在陆路的部分，因为印度的这个陆地范围也很大，所以有一些地区在交通上面，陆路的交通也有一些问题。那因为我们只能飞到德里所以这个是在现实上比较困难的。那外交部也都一直在跟当地的这个社团，都一直有在协助当地的国人和解决这些在印度当地的这些交通问题。那目前是定位的部分是140几位。指挥官好，大纪元提问，想问一下，之前前立委沈富雄他就有表示说，不认同防疫要到6月底才能够放松的说法，然后他还提出了3大项的建议，包括继续加强境外的阻绝，然后解除境外各种的防疫措施，还有行政院的纾困补助金能够马上发。那想请问指挥中心的看法，谢谢。就想说境外继续并加强境外阻绝。第二个是解决境内的各种防疫措施。解决境内的防疫措施，那我们现在就在做啦我们没有等到6月底，5月1号起就开始陆陆续续在进行。那境外我已经讲过，境外的部分有重要的一个经贸这一部分我们会考虑。那主要先把我们的台湾内部的一个倾向就走向一个正常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启动我们这样运动。
那这运动做得越好，那开放的范围就会越大。指挥官好，《工商时报》提问就是想问，就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新闻稿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防疫新生活运动，那这边讲了近期，而且会说这个实施细节跟启动时间会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近期是可能就是说5月中旬还是月底，这第一个是问时间点。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说会倡导一些可能新的生活态度，但我们今天同时也有发布一个民众假期生活的防疫指引，跟这个会有，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新生活运动是一个指引吗，还是一个原则？那跟后面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个指引是不是又有一点重叠？那我们这新生活运动会有民众版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个给业者版本的？就是说让他们在经营，例如说我是合菜餐厅，我是百货美食街等等，我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指引，我可以来做参考。疫情下我可能经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这样子。那第二点就是追问刚有媒体询问的就是口罩这个部分。那因为经济部今天有提到这个口罩外销的部分，那这个我们评估就是说口罩外销的时间点可能是在6月吗？还是7月？就配合可能我们开始有疫情趋缓振兴的阶段，我们可能也可以口罩外销。那最后第3点就是问到，就是中山大学有个谢医师有提到，就是说不管台湾零确诊几天，出门不戴口罩，可以自由出国的日子几年内都回不去了，因为疫苗解药等等可能要1到2年的时间，而且国际疫情还会持续蔓延，所以想请教指挥中心怎么评估，就是说民众可以自由的出国这个日子，是不是可能还是真的还蛮久的这样子？谢谢。不，你最后这个问题其实他都跟你答案了嘛，因为如果你长期都没有药物，那国外情况很严峻，那也没有这疫苗，那当然你要自由的这样走，当然就困难度就会增加嘛。那至于你问我们这个会怎么样，那这些都需要做一个动态的评估嘛，每一个点都有可能有变化，有疫苗出来了，它变化了，好，国外的疫情都没有了，那这也是变化了。好，所以很多的变化，那随时我们会做动态的评估，那就跟口罩一样，也会跟着这3个状况持续的做一些评估了那至于这个指引真没有冲突嘛我们开始讲就是说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那至于我说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就陆陆续续，我刚才有讲过，就对于体育、文化跟餐饮这3大块，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在。这个情况观察个几天那然后情况我们就会公布相关的一些作为。长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说，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要展开卡介苗的对新冠肺炎保护效果的研究，然后目前呢是这个彰化卫生局有透过疾管署这边加入这个计划吗？可以帮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吗？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美驻青有透过视讯发表，在开幕致辞时有强调说，大赞部长是防疫的巨星，那部长怎么看？谢谢。好，这个计划是美国哈佛大学来跟我们来接洽。那他对于说很有兴趣，就是说目前在武汉肺炎比较严重的地区那个是比较没有打卡介苗的地区但是如果在打卡介苗的地区，好像它的发生的率好像是比较低一点点因此引起学者的兴趣，打卡介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因此来跟我们来联系。那我们联系在这部分的话，那当然是我们乐于参与国际这部分的研究。那在我们征询了我们国内的几个县市的之后彰化县卫生局对这部分非常有兴趣，那也共同来参与这个计划。但这个计划目前还在审查当中，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来会跟大家来做报告。那至于第二个就是说有人大赞我们怎么样，很可惜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讯息，若你有给我，让我们也高兴一下好，我们希望继续能够零确诊不过我还是强调，零确诊这不是我们现在在追求的我们在追求个人的生活的一个健康习惯的养成，让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
好，也个好消息呢，近比喺连电第5日，国内都无新增加确诊病例。故作现时全台湾也个累积起来嘅确诊人数呢，还系维持本土429位。韩国呢，近比超公布嘅又有322人基础隔离嘅，也系一个好消息。不过呢，天讲嘅讲，接下来呢，还系请大家爱做好防疫。故作近比就提供出一个系防疫新政法。好，近比呢就看到啊，故作呢咪当人问到讲，乜该按做防疫新政法呢？一个指挥官陈时中佢表示讲，比方讲呢，建议爱保持良好嘅一个生活习惯，还个接都爱洗漱。韩国呢维持社交距离，出现诺贝失败的时节，尽量就爱托也总有提供，做得买嘢过后带转去屋卡来食，因为呢就爱避免大家呢见检讨共用一只蔬菜，比方讲传糖，柜台成员始终恐吓来食饭也种情形。故作佢提出来防疫新政法，希望大家虽然讲国内嘅疫情有下跌，有下控制下来嘅，不过还系爱注意下嘅防疫新政法。针对近比客家新新闻嘅现场呢，我提醒大家哦，就同全世界一下疫情，其实还系动力开。看到一只数目师，就指挥中心近比张公布出来嘅一个全球确诊，一下系全世界还系有320万嘅确诊案例，底度就有22万人已经死亡嘅。故说面试全世界一个疫情还系动力开，进一步我来看到，其实呢，我看到一个日本。日本一下疫情咪动厉害，比如讲呢，有一只数目是系确诊人数，一下已經超過為300，一下確診人數係13965例嘅，韓國死亡已經有425例咧。嗰種人士唔但搶頭歐洲、民族一下疫情，早嚟講係全世界確診人數係排前3名，第1名嘅當然就係美國，第2個係一個西班牙，第3名係意大利。看到一下日本嘅部分，近比減條去使到亞洲鴉片，因為呢前到鴉片同大家來講到，現時客家新聞、韓國客家新新聞就來推出嚟一個新嘅單元，按照海外鄉親看疫情，而且希望講全世界分布到按度所在嘅客家鄉親，咪做得6個團樣片，同韓客黨人向下來分享講，現時鴉片呢係疫情有受到乜嘅影響，係個話一下國內嘅氣氛係樣嘅。近比就愛同鏡頭使到日本，日本鴉片呢就有貼片來訪問到嘅，一個到台灣、大阪，另外還有東京、東京鴉片，有2個鄉親朋友，佢哋都分別6個一團鴉片，同大家來講到，其實現時日本國內嘅疫情動厲害，尤其係民生物品一下都買冇，係我哋因為防疫嘅關係，大家係盡量唔好出去攞杯。不過相反呢，受到動態長途嘅影響，先來看到嘅係日本大阪、台灣鴉片嘅劉粉生鄉親朋友帶來嘅提出觀察。日本一下肺炎嘅情形啊，相當嘅嚴重啊！一件事情啊，講起來實在就暫開始家下日本政府啊，太冇去處理一件事情啊，變到大家扯來扯去啊，扯到一千擔啊，唔點樣啊咁好啊！目前為止啊，有12000人殺啊，被扯到鴉片啊！那條台灣地區啊，也有一個問題，就講伊個呢片蟲唔係講清拉，故所講係唔拄好被扯到鴉片落去啊！我變到冇辦法馬上去入院啊！一條問題啊，實在就一頭拿痛啊！嗰係一個問題就講，學生嘅啊，已經有解工業啦，冇辦法去學校上課啊，都有下撩來撩去啊，冇夾冇殺啊！當然，日本政府啊，有向大家講，都有下地位用電腦來學習吧。但是目前為止，看起來電腦學習嘅事情哈，效果也唔係講清好啊！日本政府啊，希望大家講。都盡量冇同朋友接觸，喺嗰邊講要接觸，也希望大家接觸嘅機會啊，減少80%吧。看下幾禮拜以後啊，一個情況可唔可以變較好冇啊？我哋喺度台灣嘅客家鄉親啊，未同樣盡量冇出門啊，除咗去買菜以外啊，最多冇下地位。好彩啊，一個台灣嘅鄉親目前為止，網通講。
望通到讲，因为速度也个偏啊。非常神梦刘粉身睇講呢，對亞嘅日本、台版帶來關西鴉片嘅情形，係講呢鏡頭要使到關東鴉片呢，日本嘅東京鴉片有605支，佢咪提供嘅神法度空嘅觀察，因為呢佢講哦，同一個父母平常就係賣菜、煮菜，故所除嚟講神法度空要出去賣菜以外，佢其實啊都唔敢出去攞杯，來看啦。喺日本，也最近1禮拜，當日就死咗13到25歲左右，非常嘅嚴重。我當日就體育卡唔敢出去，1禮拜視察出去攞杯買東西，買好就轉來。我老公帶坎城縣，做唔得轉來，因為轉來佢就要隔離2禮拜。我嚟轉來，一家到一家房間，食啲東西冇通下，因為佢當日停攞杯。非常的危險。日本的政府呢，對亞嘅國民不錯，13年做咗10萬條日本嘅補助金，等於台幣3萬塊。較窮苦嘅人做咗申請30萬日本錢，大約快9萬塊。做某個地方傳染出來，大部分是養老的地方或是醫院聚集人多的地方傳染比較多。我希望亞個傳染病毒喺隔度嘅消失，因為我本身氣管唔好，我如果傳染非常嘅嚴重，所以我咪請講了。希望大家好好嘅補充身體。你喺台灣寄過來嘅口罩，希望台灣嘅政府感謝，也係買唔到口罩。消毒液也買唔到。後來自東京、韓國、台版也兩片嘅鄉親朋友分別提供嘅神法度空嘅觀察，韓國呢也按久以來受到疫情嘅關係，大家開始受到嘅動盪影響，唔過出差係冇辦法。因此來看到日本呢先前頭也在月初，也就係4月初期嘅下呢，日本政府首相安倍晉三出來發布為一個緊急事態宣言。當時呢係本單係指導講，一個針對7個都府縣來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本單係老道講，其實頭5月底差唔多，5月差唔多初6嘅下就做嚟結束一個緊急事態宣言咧。唔過呢，差唔多頭4月16嘅下，又再過來宣布講，一個範圍愛涵蓋擴大，對本單呢7個都府縣範圍擴大到為全境有47個都托府縣。韓國本單想講，下一陣嘢也就係接下來5月初6就做嚟結束一個緊急事態嘅。唔過一下將宣布講，有可能接下來安倍晉三會想愛同大家來繼續來討論講，係唔係愛同一個緊急事態宣言繼續綁長到5月底呢？也就因為一下貴嘅日本嘅情形，以前還係制度當厲害，以前嘅情形還係當陽條。故所緊急事態呢，就冇辦法從本單直到講5月初6又好結束又好並用嘅，還係愛留佢綁長下來。故所一下全日本受到動態嘅影響，而未帶鄉親朋友來看到長途企業嘅部分受到乜嘅影響呢？當朝日我還有西貢主彈跳會上東京89點後年出轉年，雖然大家年出1點後做下我用酒精消毒手，但是人同人之間的距離做下當減。いつもより多いと思います。でもどうしてだと思います？多分みんな仕事がなくて、行くところがない、空いているのがパチンコ屋さんぐらい。日本4年之後開始喺黃金週6年到5月初6為止，全國各地做好多緊急狀態，為咗避免拍清個店變做防疫的問題，有部分縣市包含台版府公布唔肯配合臨時停止營業的店家名單，中國間日本店家暫停營業到5月初6，東京都第4小時8합每到28幾天停緊做，為拍清個店暫停營業。いけ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現実ご飯が食べられないと泥棒したりさ、なんか人殺したりするよりはまだいいじゃんって自分で責任取るんだからと思ってきてる人意外と多いよ。
一时影响到各项工业，除了餐厅暂时关门，造成街路上大多航路都地多的垃圾日落处理情绪，还有做些商业减少劳工，以及叫唔少服台考虑买票务减少负担。房建署提议日本羽田机场同高铁车头4個無看到人，此上日300嚟到觀光景點，為咗防止人質混了，關閉當天所有或海岸嘅停車場，檢查未加強巡邏，叫做田途路線嘅車。另外，東京還發生80歲老人家因為作少唔係退代人，病毒檢驗結果係陰性，實到結果出來提議日病情惡化高線。從實驗病毒將呈現陽性嘅結果，日本政府未來來公布病情惡化之前嘅鏡頭控煙表，本土物價在判斷隔離嘅強勁病人，隨時注意病情嘅變化，記者陳書圖編譯。其實對日本來講，也下當當啲嘅料，一般講嘅黃金珠，係講日本嘅黃金珠呢，也擺出有半年好料。不過也下溜溜少少，就傳出講地方有當多素材，比如講呢新傳出嚟Okinawa。當然當好去沖繩鴉片來了，不過今年實傳出講，Okinawa鴉片嘅地方政府呢就同大家講，拜託，大家唔好去到幾片來了，因為就係講以前當太正義始終出來而遊覽旅遊嘅世界，更怕有嘅疫情會扯開來。故所嘅下新聞條都未看得到，又係一般嘅民間企業開始受到影響，大家雖然講強就愛砍唔贏嘅。不過呢度以前係去提醒大家要注意向下來配合，向下來挨過去。對台灣來講，現時國內係連續5年，國內冇新增加確診病例，故所天公爺就愛了解，提醒人哋鄉親朋友還係要注意防疫期間，大家要睇好做好按道物嘅防疫嘅規範。你希望鄉親朋友同全世界各地做嚟聽聽一嘅海外鄉親講疫情，溜溜少少同人來聯絡，傳轉一嘅你啲當天觀察到位前線嘅影片，同下卡當人向下來分享海外針對100疫情受到嘅按道物嘅影響。今邊嘅下個前線有人出條影片呢，提醒鄉親朋友天講愛了，愛注意防疫，大家愛向下來做到天講再飛。下個前線有下個 live。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立定。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下個天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下個前線